南北东西不尽好戏，海上大戏院。各位听众，现在播送乐剧《神明与口唇语》，由殷桂芳、李金凤、许金钗、戴忠贵、陈高峰等演唱。请听第一场《商月封侯》。娘娘有旨把言不花定，孙家到。娘娘孙家到，孙家来了，你我一同去乡。
也把话定了。来对听，二位爱妃随寡人来呀！妇女们快去上来。有耳朵有思明，怎不会是中秋佳节？有花中天子最明，日月金色本天行。今宵举度要尽兴，莫不为佳节美良人意。梦昔日天津
到新闻而非多么华语，外心欢喜人不尽，看起来大宋江山有人。而非有云松所有华人岂能不？这里替正须此网路撕破而方，今我也得设节来华人言故事实，身为胡氏二代有。今日新闻而非诸多外云，松石有二记共非消。今日谢世龙破经文，以表华人求知之心。二位爱妃，网络似乎有二方。我也得帮好话，愿知先帝来征召，今日分事二位，一表得知好好呀。名声华人外有之意，是今儿非诸多为名。立给某一死鬼，谁人先生他子，华人就封他为王儿。先生他子封为王儿，郎，这里下华人君实之言，接下了。请听第2场设计语言。你比话用了灵本，这一起话真不灵。好事无真成吃心，身上不一人心。我来想去见吴市长，我的欢呼话动来让你应我不见他进宫。地方都当子公园，荣华富贵相不稳。我求见娘娘，先生，见娘娘，这奴的进宫有吩咐。这个一等才下。不谁家的新子梦？娘娘的新子梦，奴婢俩之儿，不知才得苦对么？你恰说来，娘娘啊！只因终究生之家。先生他只为朝阳，李娘娘将军要临门，娘娘子怕他心发，他只要娘娘，奴
奴婢吃得苦对呀。妈，啥子离别先生，迎风乘风赶朝阳，哀家心中喜不暖，因此上劝你进宫共商量，话可有好思是。娘娘，只要在真宫侍卫，以奴婢自己。怎么样？娘娘，你可知道两小非主？不懂非丈夫的，哀家只有很明白，啥是离别先生子，再把自己儿郎。娘娘好。万岁家庭真交代。这个有了，体贴万人于无妨。怎样体贴万人？娘娘，宫中以瓦榜写进军事礼貌，就将他剥去秘密，美通修身之人，但等李耀飞生下他子，就将他私下调为礼貌，白色家庭此时里耀飞产下妖精，那时有李耀飞恐怕与了杀生大祸。娘娘，此计可好？古在好旨意挂，才因亏离别就要领本事，不义之力就一己而应，此等只有你的功劳非小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奴婢去人找一个修身之人，不过娘娘，你要找一个幸福之人，还是他子，此事方能成功。这个，哀家自有道理，你出宫去吧。我的告辞了。回来，娘娘，问奴婢还有什么吩咐？事不可泄露，半边风声。我与娘娘那是不表事情，娘娘的事，奴婢应该清楚。去吧。是。有人于哪里来了？奴婢请假娘娘，娘娘宣召奴婢有吩咐。有人女，自从你进得宫来，娘娘待你之后，娘娘待奴婢恩重事善，自此你对娘娘可有忠心？奴婢对娘娘素来出待忠心，娘娘要你相懂，奴婢不该忘心。娘娘若有为难之事，要你相助你。奴婢赴汤蹈火，百死不死。好一个忠心的求人女，哀家也不用你赴汤蹈火，只要你晚间小事就是了。娘娘既已插旗，这怪吩咐谁是求人女啊？娘娘。若真宫中的娘娘，眼观在内要怎样？啥事情把她指认，因为她在转身宫当朝阳。
并不在将机密大事托你，是今万一出口你死去挣扎，他能办人事一家是为将你另眼看待。你啥事不做？就怪你娘娘狠心娘娘在哪里话嘞？小奴婢凭什么娘娘恩待？娘娘岂有吩咐？奴婢怎敢不从？你既愿意必须要人事秘密，但是泄露本地风声莫怪一家无情。娘娘放心，奴婢怎敢？这边在是求真女，娘娘，你便在一家东王岳正宫探望李娘娘，奴婢怎知？不是万丈身断机，生得离龙寒下子。李娘娘啊，李娘娘，我愿你生公子，你岂不要生他子啊？请听第三场，李茂为太子。公在们哪里？原来请公公无事，万岁哭在内宫，万岁娘娘在内宫下祭，请公公有本事。今有陈令陈公公在宫门外候旨求见万岁。此事待我们亲自审讲。你请万岁娘娘。进宫我是启奏万岁，今有陈令在宫门外候旨求见，宣他进宫领旨。万岁有旨陈令进宫。万岁娘娘，得令，进宫无事，启奏万岁，今有8000岁在殿外有旨，是有国事商议。得令，你替寡人传旨，请8000岁在内殿议事，寡人即刻起驾。领旨。万岁，奴婢还有本旨。走来。明日乃是8000岁寿诞之期。万岁，不是臣民迷信，寡人差些忘为了。明日原是玉帝的寿诞，乃是可御封长啊时候。领旨。得令，寡人使你掌握一个御风而调，从此之后，是到御花园中采取上好味道，替8000岁上奏去吧。领旨。寡人要和玉帝逆事去了，你临盆在即，怎不能在此被迫爱婢？爱婢要自己保住凤体。万岁，公事要紧，岂非是自保重？这乃是寡人的言毕。
景母，好好在此时和娘娘临死。刘爱妃，你来得正好，寡人要与你日去了。李爱妃临盆在即，你可在此照顾女儿。且必是为此事嘞，王妹临盆在即，且必是为杀了1万岁放心的事。难得爱妃是此业良，寡人也就放心了。乃是拜将领子。王妹临盆在即，不知问题可好？女姬放心不下的来退吧。来得皇帝为小妹是之讨喜，真是小妹贵己不敌。因我自动是去击败一般无出此言。一杀子不同，一人不说良言，内里没怎么样了。皇帝呀，小妹不中，出得起。要比一定要临盆，王妹和他不能忍，突然竟在要临盆。这个女娘娘愿进宫进宫。娘娘于此请翁进宫。娘娘与我吩咐，吩咐我在修真府进宫临死。王妹，一切事有为起来打理，你放心为莫担心。叫宫女们穿上妹内恭敬，皇帝的心意我记在心。现在你要小心了。有什么知道？有什么回去娘娘请有什么你要替李娘娘好好收拾一家种种忧伤。是什么晓得？带我来。
在山下只有在山。
李娘娘也在等看到，放去万岁的死台下妖精谁不孝敬的定，再不勤劳。万岁不念旧恩定，回来才生说难放，深更之王后送天家。急忙为公爵告状，万岁呀，我就杀了李娘娘，莫让文武有争光。既然是满朝文武有奔跑，谁遭天边名谣？万岁不在此等，台下妖精即才飞翔，死在灭了，我贼难逃。宫女们，将铁飞当成人工。七岁万岁，奴婢愿意同着人工谁是李娘娘？一奏是吧？谢万岁。压下去。妖精真的是不强自长，快来大宋江山无悔，真叫寡人担忧啊！万岁不必疑虑，这笔花容也不得丢要临门，但能参随他子也为苦事。爱必是能拆下他子，寡人就封你为朝阳真姑。李万岁。请听第4场《鱼鱼救太子》。啊
如今是他真是陪我走，倒不是我设法去他开王府。我昨天来一里生风，刚才忍住我不去表自己，做事有家无自己，接待我俩也自来用他把你叫我看是我听在那边有人来推动。在大家上地问了，那边可是口人与我。原来是咱公公开自来风。哪里呀？侍奉娘娘，昨人在此地可为了什么？我不认地可。看你来很为官，万岁不认地可。三公，莫非受了什么委屈？我不得大家声明，我来与你作主。三公公，这因我进宫多年，久别爹娘。今日想起，为报养育之恩，故而在此地哭。就这于你往日为人老人，今天怎么在大家面前倒是去风话来了？真先生，看你上眉紧锁，愁容满面，定有什么重大的心事。三公公，想我看似终于为难之事，在于公公生命，你不能与我做此也是枉然啊！向大家伸手48次多种官之责，满身是你，就是万岁与娘娘有什么为难之事，大家我倒还能开过旨意呢。他一片好心来怀来，看似心中爱是诚，陈公公虽然是难怪，却是不完全是心中心，倒不是我全将真情说他听，奉上妙计去他之地名，到底有什么为难之事，你就说吧。公公
了啊！我本想旁地在真情，只恐他一缕风在我不清。我的家头来无自己，有什么幸福之事难言明？你望在聪明里人上人，今日里腾腾苦苦为无人。总算于惊天动地大事情，我保证一家母子，只要大家能做事，定与你分居家庭门。公公，再要在意相告，是非公公心应体谅。听你之言，不必要大家对天明日不仁。这因是关重大，不得不如此，还望公公原谅。好，就对大家对天明日。皇天面上口头与我讲知心实话，绝不是流半点风声，他是口不应心，他是天遭人落，你可放心了吧？引容了公公亲戚。陈公公，你可记得去年中秋，百岁有自在县，吕丽儿为娘娘在先生下塔子，便封为王儿。哎，想万岁年轻官法，盼子心切，不论哪位娘娘参下塔子，就是双十之后，令我立刻请后，再管他们什么正宫天妃。哎呀，陈公公，你哪里知道？今日李娘娘生下塔子，吕娘娘要的正宫之位，与国王定下一计，将金丝礼帽不去比例调为塔子，命寇之宝之意愿地杀。请干什么？杀哎！啊！寇人比你好。现在知道你是个说两动力之人，谁知你为报一人的私恩，竟滚出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来。今日将他之留下，难道不怕天下万人追吗？你的良心何在天地何成？陈公公此意差异，我若是有心没他子，也不会在此伤心落泪了。好，他子现在何事？现在张室内，张开我可。公公请看。他是公公，你可以了解得知他子？你报了这账啊！在我妻子今天，将此事奏明万岁，岂不是他子可否？此次公公请到，随我一杯。我都是为国把我了。啊，公公啊，在你的你爱与忠心，他自己嫁了女来门，你江山放大上金殿，
太子。这个，哎呀，不得呀！知道难了。公子太子未到，守望人前公又把千岁让人。公公，我不将太子让在掌握之内，公公拿了文出宫去，岂不是救了太子的性命？等下又再指命万岁，意外不是。好主意，把千岁为人正直，不为权计，是将太子守望人前公抚养，定保无事。哦，那更好了，公公，快去让太子。好。太子，赶下千里却胜仗啊！只要文出宫去，就保无事了啊！你们呢？啊，陈公公，我向吕娘娘明国啊，保守宫门，不曾爱说人等出入，自然不放公公出去，这便是无事好。这个，哦，不妨，我这里也有万岁的御风，现在在帐合上面，哪个大战官违抗圣旨，此计正好，公公快些送去。你去快来。好了，公公，见我出来一句，恐怕吕娘娘有此疑心，我要为公去不知去了。插马。公公万语无言。有人语。今天御愿救他之命，此道之语无良人。万一个有事披露，难免大误有灵神，只怕你山靠路，你夫妻的未必自家出人心。那时候我曾经也是不忠的，他自己心里也保护人民。公公说的哪里话？虽然你还是你里一时心，但你不放心，不放每天把子民。万一狗子不叫，就不自派的不要分，知道众人不怕死。好一个众人不怕死，不怕死岂能顺众人？好啊！好一个聪明有人，这次忘了令人惊。你要做众人不怕死，不认那个不是此一生。天大事情我担任，天是要救他之命，不是为公公为公妻。你千万要小心点，放心去吧。太子，你可千万不要离口啊！安愿得平安无事才中来。
请了。原来是不都堂请了。在故宫薛碰长啊，内藏什么？内藏蜜桃，往哪里了去？我万岁之命，我能请过100千岁上日而去。什么？啊！咱家问了娘娘一子，80宫门，还是人对一个不正之人，你委屈吧？咱家要我能请过100千岁上日，不管无聊情谊，发夸娘路上咱将我过去。那个不能过去。你要知道，咱家是奉旨出宫，咱家一直问了娘娘一子不能出宫。只有娘娘意思，你哪来我快？这实在是娘娘的旨，不能对你宣告。既无圣旨，又不能宣告，分明无私有凭。发夸娘路上咱将我过去。来着，你一定要过去，咱家要。你要怎么样？要生。大家奉万岁之命，我能请过100千岁上日，上日上面也有万岁的御封。你要纠察，你给大胆违抗圣旨，不然这个我这个哪个夸夸娘路上咱将我过去。来着，你要过去不来，与咱家去到宫中去见这个刘娘娘。你要咋将我去见刘娘娘？不见刘娘娘就不能出宫。不见刘娘娘不能出宫。一定要见娘娘，一定要见娘娘。这是你走啊，走走走走啊走。请听庭上首章的。华明的80宫门进宫之人，启奏娘娘，奴婢奉娘娘一旨80宫门，接待人定薛碰长啊，慌慌张张的要出宫而去，再来救命娘娘。宣人领进宫。弟子。娘娘宣的进宫，你要我。上日而去。哦，原来是此出宫去吧？叶娘娘，来着。娘娘，既报奴婢出宫，有早为之人。帐里面可有疙瘩？并无疙瘩。并无疙瘩。也有万岁御封贞观疙瘩。去吧。领旨。回来。皇娘。请令哀家儿子房里的举子风浪，有少一点的那种情有缘。我能请公100千岁上日，他是无聊青年，奴婢就有再给万事，所以薛子方乱请娘娘死罪。
我再来问你，你账案里面装的什么？奴婢放在这个内帐里头。真无该当。真无该当。既然如此，打开账案的一家关口。西周娘娘，账案上面有万岁的御封，这是将它打开，奴婢我就有其中之罪了。可是万岁讲的是一家担的万不用我打开。打开！奴婢切对不起。你不肯打开账案里面定有该打。奴婢都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够按账该打。我该打万不用我打开。打开！奴婢实在切对不起。哇！我让你打开账啊！好吧。娘娘一定要看，一定要看，一定要看，只给到万岁家庭打开。这叫做万要敬着万岁，万不用我打开。打开！账案里面哪里长的那套明明是他字，他是将他打开。将他打开，我人领一死到完罢了，他子的性命听说难保。奴婢纵说一死，也不敢插去御风，打开账。你还要露出骨啊！我让你打开账啊！华山命你去往论清公寓不切塞上走，怎么还不走啊？这就是吧。请听第6章封太子。
岁进宫领旨，万岁有旨，8000岁进宫领旨。王兄早早，女帝心中挂念，故而得的进宫探望，不知王兄龙体可？难得与你挂心，唉，不因王儿要伤，寡人心中悲戚，龙体有些不安，所以无心早早离世。王兄啊，劝王兄生保重，思起方魂兄，望着几时难万样，苦顿滚上也无用。遇到苍天不提伞，寡人是恳求你打对了主，也真正大宋江山无人才，真不叫真心酸痛。王兄身体有也难以出去，与你有话再讲路。王兄啊，人的书生有三字，我愿将第三字送王兄，不知王兄意是何？早得了，也在哪里？在宫外儿子宣他进宫。是，王儿快来呀！王儿，为父王已将王儿继任万岁了。父王将儿人继万岁了，那快进宫参岁。将人推祭万岁，平身平身，礼万岁。玉帝，你说的就是他吗？就是他呀。今年几岁了？12岁。哦，也是12岁。是啊。因为人的是夸赞，狮子生来是他不同，堂堂一条龙胎，聪明伶俐才能出众，三桩事情话你笑，将来听是成功难得与你相得
人吹进屋啊！寡人是将你他自负，自从他来啊！女的嫂，俺在宣武时，自从玉帝将他杀地下，正季节花人了。王儿，他去见过门，二人吹进门，定生进门。人家自己管那他只好真面子啊！哦，玉帝有寡人本是一家弟兄，两来王儿的容貌有些像寡人，自头怪不得你觉得面熟了。对呀，王嫂何出为急？王儿，你初次进宫，我命陈令带你到故宫去参拜去吧。那日在宣陈令经过临死，王儿啦，今日将儿来去城，王儿莫生儿了心，将母王是刚生生过，母儿宫中也要长交人，二人生小也懂理，父王母儿亲放心，从今儿夜里定小桃然后西天爱人婚，好一个聪明的王儿。王兄那的笑盈盈，巧不知亲生儿子功名，我本当臣子正应家，吕娘娘我把命运心头恨，谁论本与过去他是他是儿子到底心，莫奈我情因谁，他是在世在运气。一千万岁，娘娘！平身，8千岁，平身。这里，8千岁竟将他杀殿下，成季节寡人了。8千岁将杀殿下，成季万岁了。是啊，快来见过殿下。我为见殿下亲身，平身，平身。是的。殿下初次进宫，你带他到故宫去参拜去吧。是陈令，你到地下参宫，需要早晚的消息了。我为李为生，殿下在努力呢。王儿人高听，王儿去吧。寡人今日龙心喜悦，玉帝不必为顾，随寡人到那里饮饮去吧。那日哀家临死。
哇，他是容貌，努力看来也觉得面熟得很。你也觉得面熟？你看他姑娘万岁，一努力看来，他是容貌，不但像万岁，还让他当得来公司手那位要死。我是你的心舞蹈想不起来了。他这个容貌竟会像李的，好生奇怪也。娘娘，这有在这位他子，你要履行呀。我啊，哎，你就按跟在他子有动静说了句一家知道。请听第7场有郎宫。大林月下来穿过，好将我雨水一百重，谁的是他自己一才当。全部都金碧辉煌都好过，胜过我弟弟的那天宫。他这次一问多高兴，10年的远近他见不到。殿下在奴婢这里来吧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不是什么公园。殿下在奴婢往前走吧。哎，放在一公一园，你都带小王子去穿呗。这里是什么所在？为什么不去呀？这个，这里你说呀？谁是皇宫？哎呦，哦，原来是如来宫。殿下，在奴婢往前走吧。哎，人呢？可有什么人在这冷宫里面吗？有一位娘娘在冷宫守着。这位娘娘听说是不好的。哦，那是一位严德的娘娘。咦，这倒奇了。既然是位严德的娘娘，为什么要在这冷宫守着呢？这位娘娘被战争所害，故而在冷宫守着。哦，是说嘞。小王我更要进去见见这位受苦的娘娘。这个，哦，省里你快去看qua。殿下哪里知道，不有万岁娘娘的旨意，不准进去，啥是私人冷宫，被刘娘娘知道了，奴婢是切责不起。哎，省里向小王出宫，那是奉了父王的旨意，啥是莫降下来嘞？奴是有小王我替你担的。殿下还是不去的好啊。哎，小王要去，你批评王家属了。好，带我去走面不忘，看你可吃得得去。哦，殿下，休要在那，奴婢证明就是。这笔才是。啊，省里，你快去看我。殿下，带奴婢来吧。
主娘娘，今有一位殿下要进宫来参拜娘娘。两哀家是被当得人工，送夫人跪地来推旁。今日竟有什么殿下来看哀家？奴婢也不明白，不知是何人在家中来？是陈令在家中来。是陈令。是啊，以奴婢看来，陈公公为人正直，绝非与那吊的孤娃可比。是他前来，娘娘可放心相见。是此，命神令在家进来。名字，陈公公，娘娘命你在家进来。殿下，奴婢请务拜见殿下千岁。禀身天先生，神令他是无人，他是自愿到这冷宫来伺候那位流苦的娘娘。只是来那你是个好人。殿下过奖了。秦公公，洒家问被殿下见过娘娘，还让你公娃休望一日。洒家实为留人。殿下在奴婢来。奴婢见娘娘千岁。禀上谢娘娘。神令，你过来。叫我可以再把这位娘娘母。殿下你呀，你对这位娘娘要多把几把的。小王催进娘娘不该不该，想哀家乃是受难之人，殿下不必多礼。谢娘娘。神令，看这冷宫之中是此凄凉，岂不是他哭了这位娘娘了？这位娘娘她哭了神令。这位殿下，就是刘娘娘送上的那位太子喽。启奏娘娘，刘娘娘送上的太子已在日前一并身亡了。刘娘娘送上的太子已在日前一并身亡了。真是一神不在了。那么，这位殿下又是哪位娘娘所生的你？乃是南清宫8000岁的三殿下，今天才得人几万岁，封为太子。这位殿下不是万岁的亲生，殿下虽非万岁亲生，从今以后却与亲生无儿。不知这位殿下今年有几岁了？殿下今年102岁。怎么102岁？真是。你过来，这位娘娘还起了小王的年岁，不论伤心落泪，这是什么缘故啊？这个，这里你这样，奴婢哪里知道啊？好，你不说，
小王我自己去问过娘娘。啊，娘娘，我来问起小王的儿子，你夫人伤心落泪，这是什么缘故啊？殿下哪里知道？娘娘，谁与小王听听？殿下呀，哀家一人为夫妻，12年前长奔在宫内，我儿自家在西边，与殿下一样长大同一生。今见殿下我相心生，不由哀家心悲。原来是见了小王相亲生，为着此情也难怪，难怪娘娘要心悲说，就是我小王也要落泪，娘娘落泪想秋分，她那是秋水面前的，我本曾自在今朝，本来是地下万事一小孩，碰上事情来对路，那林娘娘知道遭罪，可怜她母子闺女难相随，不由人灵魂伤。医生你怎么也在落泪呀？娘娘伤心也下落泪，奴婢的眼泪也不由得流下来了。弟子你亲生之子见无人，定是被人离家哎。被什么人收回？娘娘你可知道？哀家是生养之子更生意，实在也不明白，待等醒来道理，说什么残下妖魔与金龟，万岁分子龙兴怒，霎时间降下了3-4岁，幸亏等满朝文武来报本，才将我父当日人公主负罪。原来是此，殿下可人听见，这位娘娘攀下塔子，被残忍了我，万岁大怒，就将娘娘当成人公主才。照你这样讲呢，说不定我那王兄他万人人死。这个，奴婢哪里知道？不过，总算他是万人人死，他在亲娘面前也是无法相认。奴婢我好恨啊！真的，你恨着谁呢？奴婢恨那害人的奸人。对，咱们的是真苦哎，不断增加好人哎，在我上的节目，把原人一句走明白，那是个滋问，他在想起娘娘可苦海，也下哪里去？上帝最明我，替这位娘娘伸冤报仇，也下死也下死就是在进宫来，宫内情景的不明白，此刻又问到人说，奴婢是一人担下弥天盖，眼下他在生死必被刘娘娘知道，无来人灵一死不作祟，怕是怕要连累这位娘娘心遭害。
小王暂且记在心中，到将来再替娘娘伸冤喽。多谢殿下。殿下，来此一酒，在奴婢出宫去吧。要去你去，小王我是不去的了。殿下何特此言？圣灵，你看，这位娘娘在这人宫之中孤孤单单，毫不凄凉。小王心中不忍，定欲当他母亲困难，要在这人宫陪伴这位娘娘。殿下，这是我说的。小王不去。殿下，小王不去，你自己去吧。殿下，万岁命奴婢带领殿下成功，来在人宫之中，遇上万下大灾。殿下实在不走，叫奴婢怎样教子呢？殿下，殿下，你三家一家各一人心，只要殿下将来能为一家伸冤的人干了，今日啥事不走，反而扩大是非。殿下，快快出宫去吧。是啊，小王是过不走，一定要在此陪为娘娘。哎呀，千言万语全不行，现在人语回复你，他为你娘娘来自老，岂不是三人前途难保命？陛下，他不得已不肯死，叫奴婢万岁家的真福命。小王说明就是殿下肯走了，肯走了，他在奴婢出宫。是被娘娘出宫门，到将来再替娘娘把冤伸。对娘娘。奴婢在人宫门外远远地望见出斗堂，在宫门外把位不住，是看什么缘故？还请本宫为殿下跨出宫去吧。娘娘寒水悲苦，将来总有出流一日，奴婢告辞了。殿下踏走吧。听听第8章拷打。本季他自己将不与家己难相，倘的是帮您只有他从武大领的回亲上。什么动静？娘娘，接着人令打了他子，监着人宫，过了不少时日，方才出来，见了他子礼遇门面，令人好生奇怪。如今在是可你等他子为公，才知道理。累子遭阳公，奴婢不进去了。这是殿下见了李娘娘，千万不可以向雷公子明遭大恶。小王记下了。殿下，他把人他过了，免得娘娘生疑，千万小心，奴婢被家教死去了。二人春季末，皇上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一公一院，二人全都穿罢过了。你连人工也进去过了。上过，
哀家早已知道王儿不应么？我母儿死在。王儿要到冷宫去求帮哀家气味挂在跨石起来。是母儿。王儿，你在冷宫之中看见是什么？母儿，冷宫之中有一位受苦的娘娘，听她所言，乃是被奸人陷害，十分苦怜。母儿，我不知命无望，替这位娘娘伸冤报仇。好是一片好心，王儿，你年纪还小，出进宫来之事不必多问，哀家只为此子。愚公歇歇去吧。是母。哇，你可听见了？娘娘，想当年李茂为他之事，有什么差错不成？他子的容貌竟未像李妃，难道哀家当年所托非人？说，娘娘，一奴婢之间，我不将邱正宇换了出来为国明白，他这么着，我将他打死。谁忠帅执法，一切罪名都可以推在他的身上。娘娘，你可知？夫人好旨意，就在你那里。奴婢见驾娘娘，娘娘宣让奴婢有无吩咐？就在女你可知在？奴婢不知在，你做的好事。娘娘，想奴婢在宫中侍奉娘娘，从没有做过外国之事，娘娘无才此言。我来问你，今日人间的他是他主人？今日人间的他是，你是不欠谁的赛的下呀？邱人女，当年只是万不中的将来。娘娘，当年没爱他此事，奴婢这是真知而已，还有什么可讲的？当年你家差子好，今个日子再不小，如今他子进屋在的万不去路送得到。娘娘比起当年子，现在亏子问难掉，在路真情我不孝，要进衙官不能少。话说
小女第四不成，这才的话是何时好？娘娘，奴婢到想起来了，想当年奴婢奉娘娘之意，拔雪宫门，见那人领血统障碍，慌慌张张的要出宫而去，奴婢得来接应娘娘，娘娘要做快照啊，见人领再三推脱，内中定有缘故，莫非人领与那口人穿通里外，救出了他子？想当年求桥万岁为公，我把人民放过了，莫非在障碍之中竟是他子不在？娘娘，我不将人民选进宫内，命他靠当 Q 人女，倘让二人穿透里外，定会熬出人情，那是有将他二人一起刺死。娘娘岂不是好？此计人好，选人民进宫。立子，对，娘娘有旨在你进宫。娘娘有旨在你进宫。乃是8000岁的三殿下，你也是8000岁的三殿下，这是在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喂，得好，奴婢的驾了，奴婢回来。你在的进宫为何接着要走？只怕万岁宣召不应，奴婢切在不起。但是万岁宣召只有一家担的。是，娘娘还有什么吩咐？想求着你当年没爱他子的言语，今个弟弟选的进宫时的进在革命的王当求子。哀家的命令你管不中，你与我打。奴婢领旨。
领着，请的什么人还不用我当？是。当年只是怎样没为他知，娘娘在上，你要与我同日上你比无情当真。从这走来，在咱家面前，你要一是一，二是不正的无言和女的。他多言多语不肯走，咱们比他都没不仁。奴婢真过，我是多言你与我打。刘娘娘还自尊下令，人们心总是护卫，不告当他欺负人，他不当他。娘娘，奴婢要用刑了啊！不当他娘娘要心一心，我狠狠心上去捆绑。要问我到底是你，怎么样？你的事情。兰陵，有的女人说你与他都没有，你还有什么话噻？启奏娘娘，寇正玉是个小小女子，也能受得起这样大刑，只因她受苦不顾，无言落语，才将奴婢判出这来。娘娘不信，你就亲自当她，她定也会把娘娘判出这来。她若不判出娘娘，奴婢今日领着。你到位是话不话，你用我打你。
口在于遍体鳞伤，奴婢的旁儿脸，只怕他流言不去。啥子将他当时有一家担的？奴婢领旨。众人不怕死，不怕死气为主。好啊！好一个怕死气为主，你打可等于照打。境界而死了，他早就该死了。周娘娘使他滚木一口，将他骂滚整里。哀家是你滚木二口。娘娘要二口滚木何用？一口人脸，口头女，一口人脸你。娘娘，大胆人领，今个必是口头女走过4、5代人给盗贼，却是奴婢了。万岁宣召神明在内地领队。他们有万岁宣召，哀家岂不轻饶？将你赐在云雀记下去吧。谢娘娘。万岁驾前不许多言多语，啥子不准你要当心。奴婢真过，两你也不管去吧。娘娘，哇，有个你知道也罢了。如今还有李妃在，另外在是哀家的性命是无丝毫。娘娘，我们在排山架节，荒酒一杯，这里要飞在内，公子中是呀，绝马万岁。排山听着龙兴大怒，那就加一壶烧来攻。娘娘岂不是好梦？真死了李妃还有人领。娘娘，只要你要比，这次人命也万不知啊。生不山草有死根，奉朕不犯神。请听第9场火烧冷宫。奉了万岁的火烧来，到此你要比保证大家的要我们火烧来送去到。
这等光景，李娘娘定会烧死的呢。刘娘娘啊，不枉你们的心肠好狠啊！正巧这里私下无人，我不免动起手来，今朝李娘娘的死鬼变了。反动我里让机会私自呀，私自呀。原来是陈公公，原来是郭都堂。陈公公，你死后长，免大悲伤，莫非有什么冤情不成？像我乃是48次多中国，闻得人工起火，特来查课，我言40后长，洒家文王之意，80后长，我令血兵归人，一概不准出人，但他成立。你个死后长，是那娘娘该当何罪？话就要含蓄平人，但他成立，你是那娘娘是咱家天耳听见，我去到宫中去见那刘娘娘。什么？你又要我去见刘娘娘？结果刘娘娘在接万岁，还要接万岁。走走走走。听听第10场经历报本。再吃下去，他朝200文物，用本上35本决裂推败。万岁有旨，200文物
有本当走，无本着力开班。好。万岁！娘娘在夜里有事要见万岁。宣他上殿。万岁有旨，娘娘上殿。亲家母王万岁。自投平生自投。我在朝阳上殿无事。哎呀，万岁呀！就有在您司令部部长还要什么人去万岁？你要有人去做事啊！啊！哎呀，万岁呀！在您手上，这种比天上去，什么娘娘也是种比天儿听见。哦，万岁，你要有人去做事啊！不要如此，华人听你这次就是。每日宣成令上殿，人民上殿。刘备国啊，心千焦，引人下殿自己跑，我总在等等虚死心，听大意死去军当道。君万岁。人民心不毛，一条外上带不掉，自然不当万事不什么娘娘你最难道？我们所有家军是想当月，为了平民无言道，万岁呀，本领尽归了他们，有志气功不好，万岁大不讲他们，无理不忠不当道。说话有力道，话个遥遥分分道，类似于人不知情，不知道你。江城里开出虎门去开刀，万岁是的，万岁，举兵不把去青山，话听此来，我的子女子一到江城里放到虎门来，还要寻死不知道。刘备要也和忠心，万岁是非不灵了，我魂来大海下金莲。人的魂化为哪条？只因冷风未烧，奴婢期望虎上并调，谁知为国王受见，这万岁教的本龙之兵，君王大怒，将奴婢推出斩首。嘿，在大本你死都让是哪样呀？第七种人，我要是哪一个？小先生需要寻他。哼，小王子不信你，这里你不用为他，在小王上地去与你救济。月下不能给去你的不端大家大路。是啊，万岁这个有上，你上殿而去，只怕死是逃不，要我们压这个死。且慢，小王的要让你救济，你暂且不许动言。这是从自己在起的之难，既有圣旨，拿来小王过一口。孙家，你尽管查的很苦，你给我上哪几个万岁？我只要去见父王。陛下，你不能去啊！你不用为他。呀，小弟啊！我在看见父王母恩，王儿名字。哎呀，万岁啊！如今我现在决定下，这是查证了。好，再大奴才，尽管将寡人生死查证，是还了得。哎呀，万岁呀！尽管将生死查证分明我无君王罪给万岁，万岁他不将他罪罚起给乃我们大文武。这个万岁王此万法于人罪，万岁他不将他罪罚要被天下人
啊！武士们，江路城放下去，在了。二代记得办法了，万年的不自己玩笑，把我你在等基地，走了二等的一招。路在外家好心人，不在牛一里当道。不往看去进一个，这人机二等来顶小，金的杂子散了飞。相依，你将来你的金子把他的ตัว你的人家，万事大不成的关，能到本土去上了，到那日万岁龙的路的本，万里江山看光。我要路人。要天地无地道，忘不了要怎能道？我不来听真事，我本是你知道，不是在这自人道将肯定不是公开道。我要我来将他放去谁能来去做另一条？
了，神灵经过一多年，华年太子你去交，今世上不当今你来决定，皇王兄คน人可以将他招，岂不皇上气到？与你不必把本报，皇上不也不知听，宋江万将最高，万岁龙椅决定，玉帝无必受老套。华人容易早决定，与你不必把兵操，容易相劝王不听，百姓见人看一刀，劝王兄这是娘，治理天下要一刀，玉帝不拉他一人，大众本领马红草，万将万岁不知道，皇上岂能道？将华人逼出到军，你欺君傲到上门道，爱的人杀必当杀。三生求见阎王上，我在你外观希望去，好叫本领定堂堂，王兄你到底杀不杀？今日定在不清早，要杀要杀，偏要杀，要杀偏不杀，分且是百不对啊！究竟是真主道好。其余大于分体，没有本于怒不掉，大光经济来起。今日要把龙情拿，你到底杀是不杀啊？你不杀，不杀，当是不杀，当是不杀。好，好，好。举起金子当官员，杀不杀？这杀不杀？这杀不杀？杀！杀！杀！怕你不杀，唉，不能只得将他杀。你是华人不来战你们，把钱财上列报本。先生，万岁啊！人民眼下我就往给其中之人欺人发生，国王好坚持。都是你在身家偏见，贿赂是非，残害忠良，竟岂肯官守一礼，扫荡？哎呀！今日你冒犯王兄，王兄死罪，不来催你，退吧，退吧。各位听众，以上播送的是粤剧《神灵与寇人语》。